观众朋友，头到我哋咩堂到我哋真是鬼好堂啊！我哋圣上嘅天鹅。观众朋友，如果感觉到讲，真係都有堂到嗰種一啲天鵝，睇一啲蝴蝶杯，睇佢慢慢地潮來潮去。我哋比如我哋研究係一啲我哋大提琴嘅一啲音樂家來自我哋聯絡客家師弟陳士林先生，聽我哋現場俾到我哋演出。陳士林先生一般是睇我哋聯絡台，後來睇到我哋嘅台南。但是以路行路對我哋音樂開始有興趣，一直到今家也算是一個國際有名嘅一個大提琴家。而今日來到我哋現場，來同我分享講，當初做乜嘅為學音樂，同時音樂行音樂帶俾乜嘅無強嘅改變。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陳士林先生好。好，大家好，我係盤西喺呢屏東聯絡，今家喺呢台北係陳士林。士林先生，我真係頭感覺到幾感動啊！因為其實我這坐喺搖滾區的搖滾區，我真係聽到人嘅頭戲，真是聽每個人嘅指把式嘅嗰種聲音，滴滴答答嘅聲音。但是我這個有點思想有點問題了哈，因為頭到人弓已經離開那個弦了，為什麼你的手指還在站呢？因為它的共鳴還是存在。對，就是我覺得那叫尾韻。可是我哋一般的人會屬於，譬如講我哋做一啲音樂，譬如講我哋聽眾來講，我哋也是透過麥克風嘛，它會傳得出來嗎？我們現場演奏這種樂器其實不太用麥克風，有兩種，一個真的是尾韻，一種是你的情緒，你只是拉完就停下來，其實真的很奇怪，都一個慢的東西，就是你會想要吐一口氣，然後慢慢這樣結束。我覺得音樂不在於音樂的表演，不在於音樂開始到音不見。我覺得這個前後都是一個，我覺得要完整的話，從前面到最後你怎麼收掉，它都是在音樂的裡面。但是音樂會有時候我哋，譬如講我哋堂嘅音樂會，有時候我哋坐過後邊。按你歸優節的地方，那種細節的地方，其實我們不見得是觀察得到的。可是我能感覺到，因為你的可能多做某做一件事情，它的那種節奏感，甚至開始替你演出來的時間，那種感覺都冇共鳴。因為頭先我們發現到講，開始拉的時候，其實你並不是拉到吸到氣吸到最滿的時候拉，你嗰種會差不多8分的時間，你都開始下功。其實要看曲子，我有些更慢的東西，我會是，然後吐氣完，好，就還沒有吐完下去，因為你吸氣是你身體是起來的，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每個人不一樣，我覺得比較沒那麼穩，但是你吐氣，你是整個身體是往下沉，然後你慢的東西出來，我覺得它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所以呼吸對演奏很重要。很重要。還有聽音樂，我私人的問題。如果因為通常我談到講，譬如講我哋聖上嘅天鵝，一條歌其實它嘅人歸從談到，但是總係有人講，有人呢詮釋方法不同，那種詮釋方法都在很用講，因為聽到一啲琴譜啊，總係會有一個所謂的詮釋方法不同，對你來講也很用嘅一種功課呢。我會拉天鵝，今天會拉天鵝，其實有一個原因是，我這輩子跟過主要有4個老師，時間跟比較長，有至少3年以上。那這一首天鵝是4個人都有教過我的，就很有趣。你可以看到一樣的曲子，不一樣的詮釋。然後他們怎麼詮釋？第一個老師教我，我還是小孩子，我就是照他的拉。第二個教我，我會覺得，之前老師是這樣，你這樣子，然後我試試看，然後
因为有比较，我就会想说，那我比较喜欢哪一个？你就开始慢慢有自己的想法。第三个想法再加进来，你就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你会慢慢生出自己。那我也想做看看我的想法。第四个进来，那个丰富性是越来越多。我觉得音乐的诠释，音符不是音乐，音乐是在音符的这些，我觉得是我们想要用这些音符来呈现、来表达什么。而且音符只是每个音，我觉得音乐的重点是音跟音之间这个音程。我从这个音走到这个音，这个张力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觉得感动或是舒服的地方。我们会试着在练习的时候会感受这样子的张力，我喜不喜欢？然后就慢慢变成每个人的诠释。那这个是很大的功课。你像头讲了嘛，其实唔万岁，你有学过一条歌嘛？当初那做嘛会开始学大提琴呢？我开始是学钢琴。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那我爸妈都很喜欢音乐。我爸他说他在中学，在学校是吹小喇叭。妈妈很喜欢音乐，就是家里也摆电子琴，有时候他有去学，有在弹。然后那时候因为小时候比较皮吧，因为我小时候他们在台南，我在屏东跟阿婆，跟阿婆 head， 就常常好像就是会惹一些事情，然后好像回来这话压松压，然后所以回到就是我爸妈带我回台南之后，可能就想说，那就让我第一个他们喜欢，第二个觉得我个性可能会不会这样子变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学当然是没有了。对，有没有想过讲，安尼有比较好嘛？而且应该讲，我讲所谓 head 坐得下来嘛，定得下心。觉得很难呐，小孩子看别人都在玩，怎么可能？对。对呀。所以小孩子爸爸妈妈就是他很认真跟着我练琴。真的很认真。就是妈妈带顿好钢琴。对，你真的是小时候真的很辛苦，但是也知道，你现在想起来也知道，没有那段辛苦，恐怕现在也没办法拉得比别人好一些。那其实怎么变对钢琴变成学太极琴？我考那台南的音乐班，永福音乐班，考上去之后，我们要选一个当副修，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学什么。一开始我学小提琴，但是我夹不住，我怕痒，我就夹那个真的有点。我学很短1-2个礼拜而已，我觉得反正因为我弟那时候有在学，所以我就去试试看，但是我真的不喜欢。那大提琴也只是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让我来学大提琴，而是考进音乐班，然后刚好学校的一个行政，他现在是苗北艺文中心的林总监，他哥哥在教大提琴。然后看我身材也比较高大，他说你要不要学大提琴，就这样而已。所以并不是说什么我自己选，只是因为那时候副修觉得反正就随便选一样啊，就觉得自己还是主修是钢琴，或者用钢琴考验 PA，但是后来要副修嘛，或者学太极琴。但是问题係鋼琴是太極琴的一種學習的方法冇到強用，係伊咧弦樂，兩個就算弦樂器啦，都伊咧用演的，伊其實係輸的。佢其實學太極琴，有學一個情況嘛？情況啊，好買攏啲情況。咁嘛係按你媽媽一路聽過來。冇講一路丟過來，嚟講一路聽過，媽媽還是一路聽過來。咁差唔多東北嘅時節，那你這個讓我因為講，你可是有愛上了大提琴。當兵的時候，做兵的，就小時候其實都拉得還可以，比賽什麼都有一些成績，考什麼好像也都可以考得上，但就覺得這個就是拉琴嘛。你要說愛嗎？我沒有OK， 愛上跟沒有討厭，我覺得也是，就是我以前我也沒有討厭，而且說實在，它也帶給我很多，就是我覺得榮耀或什麼的，就是也很棒。但是就覺得在當兵快要退伍前吧，就覺得哇，我覺得我想要拉琴，就是那個想法在那個時候比較清楚，是我想要，而不是誰要我。
拉琴。以前可能是谁要我拉琴，妈妈要我拉琴，爸爸要我拉琴，老师要我拉琴。到当兵的时候才是我想拉琴。嗰時對伊的朋友愛伊去綁琴，到後來伊只甲我想到，太提琴可能係伊的最後的伊的樂器以前，意思到底係用嘅行過一條路，然後同時應用慢慢的去行出自家喺國際上面的腳步。就是下等陣我就當同講。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就冇來自愛登屏東聯絡出身的陳士林太提琴音樂家團嚟分享講，伊萬歲很樣嘅開始學音樂嘅。而且我想問下先生，因為頭先已經講到講其實係內退伍前嘛，吼，但我想到講，太提琴一件事情係真係幾好呀件事情，唔係別人係唔做嘅。但是問題係其實已經愛退伍嘅呀，佢退伍係用做乜嘅決定咯？我退伍前，因为其实我2月退伍，我3月份就要考美国的学校。我那剩下1个多月可以练，但当兵我运气算好，我在国防部示范乐队，所以还是可以摸摸琴，就是没有，不是说完全没办法碰到琴。然后那个时候就疯狂的练，也想说自己到底。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喜欢上大提琴，是我大概知道我自己喜欢拉什么样的组合。我是很喜欢室内乐，就是我对于独奏只是没什么兴趣，我对拉乐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兴趣。室内乐是那种3、4个、4、5个人，然后刚好一个好朋友，之前是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他是高雄人，李怡景就告诉我，他之前念美国新英格兰音乐院有一个很棒的大提琴老师。那个老师之前是拉室内乐的，对，我就说哇，那我一定要去，所以然后我就去听了他的录音什么的，觉得哇，他真的太棒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决定，所以我做什么决定？我决定要去考那间学校，而且通常我们去美国考学校都会考很多间，但基本上我就是考那一间，然后跟另外一间爸妈想要我去考的茱莉亚，对，但是我其实对茱莉亚我还好，就是我就想要去新英格兰。我也记得那个学校报名的时候。我要填志愿，你有3个志愿，你想跟谁学，你可以填。我全都填 podcast， 就是我就是想跟你学。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就大概就开始很清楚，我到底想要在音乐这条路，因为说实在，音乐演奏其实有很多学音乐演奏有很多可以做，你可以教学。独奏家，但是独奏家你的能力跟你的就是你的个性。然后室内乐就其实不管是以乐团或是独奏室内乐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能力要在，但我很明显我对独奏还好，我对乐团我也真的还好，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走室内乐，但台湾那个时候室内乐其实大家可能只会在婚丧喜庆比较看得到而已。那只是因为在室内的一个场，那整个室内乐是指讲也喺某个地方，并不是只说整个乐团的形式，对。哎呀，其实室内乐的感觉係，他跟你的理解一樣的，但是因為其實學音樂一件事情，佢特別嚟講，唔像有啲位我哋講學士一般嘅化學來講啊，冇其他學門嚟講。特殊一件事情，可能係你喺前工作嗰時幾好嘅資歷，但係對於啲音樂家來講嘅話，其實在於特殊一件事情，其實都唔係邊度嘅學歷，邊度其實係去學到個新，或者是個多嘅東西。佢結團嘅特殊嘅嘢，等於講對你來講嘅話，咪係算是傾聽太提琴睇人人生裏邊嘅角色嘅事情，你其實用人嘅心情去面對特殊，咪記得嘅事情嘅一個感受。就覺得，因為那個老師說實在的不好考，就是可能一年想要報他的可能好幾百人，但可能收2個，所以我考上之後我真的很開心，對，而且那天其實我覺得我考得不好，所以考上之後我覺得他也覺得我適合拉室內樂。
我觉得他是老师不会说自己拉室内，所以觉得我要教你们室内乐，他会看每个学生的特质，就是他觉得我的音色跟我对音乐的想法，其实我很适合做室内乐，所以因为他虽然说已经从4重奏退休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找他来跟他们一起拉一些曲子，他有排练，他常常就会带我说，我明天有排练，你来听我排练吧。就想要说，了解他们是怎么在运作这些事情的，所以我觉得那几年就是，其实我在那边也只有2年而已，很短。但的确在那个时候让我很确信，这个是我要的。那老师，因为老师在整个美国知名度很高，所以就是在有一年，2006年的夏天，我就是放暑假，我回台湾，我在台湾。办了独奏会，跟我妹妹，然后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在台湾，我那时候还以为老师打错电话，就说有在加拿大有个4重奏，因为他们前任大提琴因为车祸，所以可能没办法久坐，就是跟着这样巡演，所以他们得要招考下一个大提琴，要再招考，然后他想推荐我去。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也是改变了我一个命运的进程，对。因为那时间你唔前毕业嘞吼，唔前。但你还有语考试吗？有啊，然后如考上嘞，老师就给我电话，我就打电话去加拿大，我说什么时候要考，要考什么。我说那就下个礼拜好了。那考什么？那就跟我们拉个2场音乐会好了。然后我就把曲子抄下来，发现都没有练过，所以赶快上台北去找学弟妹，赶快临时组一个4重奏，大家陪我练。我那个礼拜应该睡不到10小时，一整个礼拜。等一下，你睡不到10小时，人家也睡不到10小时。因为他们就是陪我练，但是我没有练的时候，我要去读总谱，因为就别人我基本上我那3首就把它背起来的概念，对，然后就是上飞机才真的好好睡了一觉，下飞机之后就跟他们第一次排练了，因为下飞机是早上7点多，我们就约早上9点半排练。可是蛮有时差呢。没有，其实人专注的时候没有时差这件事情。而且只是如果没讲还有面试啊什么之类，就直接排练。我的面试就是直接排练啊，就看，因为你要看看搭在一起的音色，然后看我的敏感度。对，那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些东西我蛮自信的。我知道，说实在的，你要我坐在那边面试考，我觉得我不一定考得上，但是你让我跟你们一起拉。我会让你们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但是你按的时候嘛，会有担量呢，因为对你来讲，这3个算前辈呢。是啊。其他都算是前辈，而且算是在一起一阵子了。嘿呀，而且这个本来默契如一文，对人来讲的话，你算是性感一位人影，可是你知道，其实你按有担量，马上就提人去阿姨做。就什么不懂就有担量，懂太多可能就没了。对。但是后来其实这如开始干一下乐团以后，如很多乐团如前后就演奏了好多600多场有，6、7年。因为其实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可能如单独听过一场音乐会，可是对于你们来说的话，600多场那种准备是怎样的一个准备的方式？我当然不会说600多场都音乐会都不一样的曲子，我们1年大概就准备3套。然后经纪人再把这些看看，就是跟大家讲，然后说，看看刚好这个他们有在办音乐会，觉得这套曲目他们很喜欢，那就说那我要这一套。那有时候会去一些音乐节，那他们会说他们要这一套，但是其中有一首他们要改成哪一首，然后我们也会就是我觉得说，其实当音乐家以前会觉得哇很棒。但真的当音乐家，你就知道累了。对，我想问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我谈到演讲，对我人来讲，可能一年谈到1-2场，可是对人来讲的话，哇，你可能一年的话表演几多场，然后同时去某同样的地方，那种身心的那种调试。演奏其实我不会说累，
累是在旅行，移动的部分，哇，那真的累。对，你看6、7年，也就累积了好几百张登机证，对，就知道。係啊，而且伊天唔係講咱摕加拿大嘛，吼，已經美國啊，其實冇去我國去。係啊，嗰時候有時去到嗰邊，可能就要待在那邊待幾天之後，就可能下一個又到另外一個。有時候一天就一天。一天就到另外一個國家。就是早上、中午到那邊，下午去排練，然後晚上演出完，邀請你音樂會了，請你吃個飯，你回旅館，隔天早上就去機場了。所以可能那邊的白天長怎樣你都沒有看過。是，可是其實熒光港嘅神法，以前bản身有上過，有沒有辦法想象呢？就不過當然就我們在台下看演奏會就會很風光嘛，對，但是一到後台你要想說啊，班機能不能趕得上，或是呀很多，我覺得音樂家也是人。可是你這樣看到，所以其實你這個唔前邊嘅，你馬上都趕入嚟也會新的樂團嘛，吼，可是問題係。按摩限，希望個時間主動也會加嘅。我去紐約演出的時候，就是他是我朋友的室友，對，他是我朋友的室友，所以就也是緣分啊，因為他是緣分。他是我那次去紐約演出，我去我朋友，我很久沒有跟我朋友見面了。然後我就說，那我提早一天，因為通常我們4重奏，我們4個人會一起旅行。那一次我就跟我同伴說，我就早一天去，就是去找我朋友。對，然後我就去他家住，因為他是等於是2房東，所以家裡還有幾個空房間。對，然後那天晚上，因為我在家裡練琴，然後口渴出來要拿水喝。然後太太剛好回來，因為要是再晚個或早個10秒，我走進去，他就往地下室走了，那我們也不會碰面。就是那個時候。嗰陣間其實按多年呢，你都還記得那個 moment？ 哦，永遠記得，對不對？你記得講我嗰種重編講嘅事情，有冇呢？哈，真的，你記得同我講嘅事情。他穿黑色衣服，因為他剛演出完。一般的嘛，係一啲音樂家咪。鋼琴，嗰陣你這個也冇鋼琴帶，可是，但是問題係講，你這個去到嗰邊聽伊個表演啊，表演喺度馬上這位啊，你很有聯絡的喏。那時候也沒有 iPhone 嘛，就是只能夠電話跟 message， 所以我記得我那個月的電話費台幣7、8萬塊啊，因為是關國際啊，因為我是拿加拿大的電話，那時候沒有網絡可以這樣用。可是問題係人會長時間在一起嗎？你說當時的時候你沒有啊？對啊，因為你還是在紐約啊，到按紐那魯比啊。我們到結婚前，就是我們到結婚前可能只碰面1個禮拜。咁我因為我一生日係唔知㗎，一生日如果幾天嚟嘅生日？很難講，我也不敢跟我小孩子講實話，就是爸爸媽媽認識很快就想結婚。對，因為真的是緣分。這樣，英文有一個叫 meant to be，是這樣，就是天生注定。對，我覺得就真是緣分啊，緣分。不是講到有一套我哋私人欣賞，還是佢清楚的記得嗰時節發生的事情。休息下哦，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好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咧陳詩玲先生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當初很讓人認識也朋友也一家嘅。我想請問下詩玲先生，因為頭先已經講到講，後來有參加嘅啲加拿大嘅室內樂嘛，然後去幾多個地方表演過。但是我哋提講，後來其實嘛有參加嘅萬聲啊，甚至我哋湖南園以創辦嘅嘅 TC 和台灣肯那個學，甚至更加算是一啲我哋從龍嘅交響樂團的大提琴的第一首席嘛。咁
一开始室内乐都应该算是一个大乐团的首席，两边的角色有冇同样啊？很不一样。然后我也不是什么第一首席的，反正就是首席，对不对？在加拿大4重奏，我简单比喻，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3种演奏的形态：独奏、室内乐跟交响乐。独奏比较英雄主义，我一个人在台上，我掌控所有的东西。室内然后乐团我觉得比较独裁，指挥他下去，你就是要跟着他，你不能太有，不是说你不能有想法，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是要跟着他的东西。你要怎么做到他要的，你自己想办法，但是他就是他要的。室内乐其实我觉得比较像真实的社会，我们在演出，我们不会讲话，但是我们靠一个眼神，靠一个呼吸，我们就好像在讲话一样。你会知道我想要干嘛，那你就会接我的乐句上的线条。那台湾 Connection 其实是比较像是室内乐的形式，就算我们有大乐团，但是我们也没有指挥。就彼此你要对乐谱很熟悉。第二个是你坐在前面的人，或是其实每个团员，你都要就是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乐曲的韵律跟方向。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我音乐这条路，胡乃元老师也是我很大的贵人，因为他也真的是，就是我当然在国外有这样的一些资历，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跟一个团久了，就会有产生一些死角，就是你听久了，其实，然后我每年他都会邀请我回来参加台湾 Connection。其实每次回来跟不一样的音乐家合作，你就会知道哇，原来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被发现，就是你知道，我该怎么练，所以每次回来都在充电。那弯声也就是说实在的，我在加入长荣之前，我没有拉过太多的乐团，除了说学校。我参加过亚洲青少年交响乐团，1995年或者1997年在日本的札幌太平洋音乐节。那其实这个乐团经验老实说很不够。你看，就算是 TC 也是没有指挥。然后弯声的话，折翼是很厉害，但是弯声的曲目基本上都是在跟台湾有关的元素，所以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比较古典的曲目，所以。考进长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跟路，就是完全就是因为乐团的东西，你还是该怎么拉乐团。第二个是你坐在首席那个位置，你的工作，我现在还是在学习。我不敢说我现在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有很棒的团员，我们的大提琴声部大家都很棒。所以也减少了我蛮多的工作。那这个指挥，其实我会想来考这个乐团，主要是他们找了现在这个指挥来，就是这个总监。那这总监之前是纽约爱乐的总监，在国际上指挥的声望还蛮高的。虽然说很严格、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要学东西，我觉得就像我到16去学甜点，那个老板很严厉。那我觉得人就是要有压力，我觉得你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学东西会相对的比较快。那来长荣这些曲目都是很经典的，然后有这样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其实指挥我也会怕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这个指挥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他就是要这样。但是你头有講到你有個聲部嘅部分哦，咁對你嚟講嘅話，唔可以管人哋嗰條大提琴嘅嗰條聲部嗎？也不能說管，但是我要帶，就是指揮，或是我有點比較像是你要怎麼講？我的聲部跟指揮，我的聲部跟其他聲部，那我是這個橋梁，這樣的概念，他們都很棒，也不用我去教他們什麼，他們都很厲害，我只是說，要怎麼樣跟我們聲部跟大家在一起，我覺得這件事情，或是有時候指揮講的這個。那我也是提供一些我的想法，那我們可以怎麼做這件事情？嗰時變成講你自己愛協調嘅事情有夠多誒。對，好有夠多誒。但是其實應該嚟講，
其实讲到一边吼，我哋要插播一件事情，因为后来我哋士林县长因为学甜点，同时听我哋甜目可以加点的，然后唔单止讲变成一个甜点的一个师傅以外，伊嘛变成一个创业者。嗰时我哋想讲，也跟用条线给他变好了，会不会发现到讲？嘛，因为开店的嘛，嘛开始爱管人的。好，唔像以前我哋就像头讲一样啊，这个做音乐我就自己拉好就好了，然后我的室内乐我就几个朋友好朋友之间协调之后就好了。但是人家开家店的，然后可能面临到无像我工作人员，人家听你一堆团的，好，不管人家声部，你甚至要跟指挥的一种沟通。还没听到对讲一条线两条线看上来是平行。但是其实它在某个部分，它其实也刚好在你这样子的一个年龄的阶段的时候，你开始从一个人学音乐，到几个人练习演奏音乐，到一群人你要跟大家去做协调，甚至要做一些沟通的一个工作。对，我觉得有帮助，对，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哎呀，嗰时等于讲，从你这个来讲的话，未来呢，你这个有乜个打算？想要就是希望生活越来越简单一点吧。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当然很多企图心想要做，但现在会希望好好的把一两件事情做好就好。可是你的一两件事情都好大件。我知道，所以我也一定会有取舍。对，但我觉得方向应该是慢慢还是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音乐上面。因为我觉得。真的，要是有人问我说你这辈子想做什么，只要只能选一样事情的话，我恐怕我还是会选音乐。对，我觉得甜点是一个延伸，但是我没有把它看成是两条线，我觉得它是一个延伸，但是它还是在音乐这个主干上面。我觉得这个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方面的经验，它是有帮到我的音乐这一块上。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想，当然我身边时间会少一些。就我会更多的比较是创意，或者是在行销或公关上面。然后我会找到，我觉得所有公司都一样，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策略跟规划。那我觉得。10年了，那我也很期待 ISM 的下一个10年，我是有不一样的团队可以一起来做。喺节目嘅最尾啦，哈，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頭先一開始講，其實唔係學琴啦，哈，學大提琴其實慢慢安尼停頓嚟學嘅啦，哈。節目嘅最後有乜嘅話對幾時節唔講？其實沒有，但是。要怎么讲？会跟我爸妈謝謝。对，我肯定跟我讲说，呀，我知道很辛苦，但是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爸妈，也是人生很大的福分。看完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學琴嘅聲音咧，真是唔會變壞，唔單止講你這個bản身係咪鬼慘，但是慢慢的，伊對學琴、學音樂一件事情底部，唔單是學到這個人生，同時嘛行出這個路。今日我感謝我的士林先生來現場分享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感謝，謝謝大家。接下來我哋嘅士林先生同我哋演奏一個巴哈無伴奏的大提琴協奏曲，觀眾朋友莫轉台哦。
我看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点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